蔡明温州话标一句：大家好，我是单雷棍。大家好，我是川边。啊，60了，60应该可以呀、要好多嘞。宣传里是晶晶阿姨。饭我们一起吃了午饭。哎，我觉得那个电视剧、啊、没有来温州，我们在杭州。那个、你好呀，你好。王阳看那个秦岚的眼神，那是闽南话，对，阿蔡是、就是、阿蔡是闽南的。中年那个恋爱还是很甜的。对，你说的是苍南话，不是温州话哦。温州话我不会，因为他是闽南苍南的。对，我妈妈是讲温州话的，所以温州话他也讲不标准。对。三门剧院折子戏是几号呀？是26号吗？25、23门。25、26。我26号会来。26号回去。啊？为什么集体失恋？就是谁总捏我脸。瑞安话，那我等下次我有人教我了，我才去讲。嵊州话说小小的话语，这个要求太高了。下半年还会来温州吗？我也不知道喂，可能也许会来吧。哦，那个杰哥他们说放个 BGM。刚刚说音乐太大。刚刚有人说音乐太大，杰哥就放掉了。放掉吧。对，我们让杰哥给我们放起来。哈哈哈。下个月我也不知道哎，排期还没有出。这摆的演出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单位的公众号什么的，都会出排期的。下个月因为排期还没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晚上我贯穿全场。听得到吗？音乐？听得到吗？音乐？杰哥放了个音乐，菜菜也在看直播，对，他现在举着手，是吗？我在刷礼物。对，刚好今天下午我有点空。哇哦！哇，这个好纸短情长，这个好看。那个义父一起出来聊天啊！快给我们义父让路，我们义父就是长了个痘。等一下。君君，我唱给你听的返场唱啊！你给我返场唱，大漠孤烟吗？义父上火了。羊肉汤喝的。不是，你刚才不贴了个那个？我撕掉了。要不拿个底给你打一打？不要，很痛。对，菜菜长了个青春痘。啥时候回嵊州？嵊州看情况吧，有空的时候就回去。这个车车好可爱。谢谢王先生的羊肉汤太补了。对，王先生真的把他养得很好。你好呀，你好陈丽君，你们可以下乡演出吗？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下乡演出呀。长痘证明义父还年轻。还在青春。你背着我喝了多少羊肉汤？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你喝羊肉汤？我不知道。胖哥发朋友圈了。哦。你不关注我。哦，我不是不关注你，我没有关注胖哥。一起去看海底星空。好坏。苏晴，好啊，苏晴见。下次拍视频让棉花露个脸。好的呀。
对，棉花在宿舍。消失的她我看过了，就是和他们这几个人去看的。没有我。对，他是胖哥带他去看的。哼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西西琪琪，我知道，昨天有3个人帮他表达了。旁边是蔡明，我的闺蜜蔡明。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，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完美。看见了，小幸运。我等会儿去画。菜菜来一个双下巴。棉花是荆棘啦。晚上对呀、晚上有钱塘里。看到你了，菜瓜菜瓜。还可以贴假布西。晚饭还早呀。贴高一点是吧？对，然后目前没有余力再养一只，养一个棉花已经够啦。从下面那个拉起。看到啦，看到啦，看到啦。6月29号，6月29号是什么演出？舞女拜寿吗？还是陈三两？还是最后一天吧。最后一天演的是你，我白兔记啊，舞女拜寿。我下后面不是以前演过的。6月29啊。绍兴大剧院的，要么是陈三两，要么是舞女拜寿。而且，最后一天我是只演贝壳，我等会儿去看看。晚上好，现在是下午吧。晚上他可能来见你了。啊，谢谢。不是，我是记住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过段时间他这个容易忘。还有小菜。亲还是算了吧。什么？那些同学呢？我从来不问他们这个敏感的话题。南京，下个月要去南京吗？有的，8月份。不是南京，是苏州。苏州吧？啊？南京有吗？苏州有，是苏州。苏州大剧院。好像有一个江苏大剧院。对。江苏大剧院在南京吗？啊，不是苏州大剧院。我以为是我以为是苏州大剧院。南京啊，是南京。去吃好吃的。什么时候？南京，他们南京的烤鸭也很一般，就跟北京的那种不一样。好的，10年之约。这几天啊，昨天2点睡的，还好我觉得。你妹妹觉得？那就把那个关。冷吗？可能空调对着你们吹吧，我感觉吹了一点点。你要把那个弟弟。什么叫83名热榜啊？去的，过2天去。排期还没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好的，我努力改善一下，就努力调整一下。他那个因为你也每天失眠啊？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颗那种睡眠糖。然后点了一根安神香，然后后来睡着了。临海没有签到吗？那下次呗。好的，3群的姐姐。千户大人。Hello， 最讨厌看一半的脸，让我移过来。君君平时乱吃，后面的是蔡明姐姐，不是云霄姐姐。云霄应该在化妆了。我在小河直接。
要去我会去配个中药的。谢谢你。啊，云霄在直播，你们想见到的想见云霄的可以去云霄直播间哦，他现在在直播。我也不知道龙门8月排期什么时候出来。护眼膜也可以催眠，阿菜给过我1盒的护眼膜哦，是你给我的吗？还是？如果你还就说他的护眼贴。啊！你梦到我了，梦到我啥了？7月有龙门呀，但是票好像已经卖，我们 B 组的卖掉了。梦到和我一起大戏。那你什么时候来剧场看戏呀？你看到了，小新，我不是刚才叫过你了吗？我记得。对，因为7月份我们 B 组只排了3场。今晚上演的呀，一场现场都没有看过，那你要赶紧来看现场呀。8月份来南京吗？刚才他们说好像是有去的。啊，你进不了群吗？我不可能啊。义父，8月，我就是他们这个活动，我也不是，就是他们出来了我才知道，我也不会提前知道。他们那边在化妆呀，看看旁边还有谁，你们要再看一下我旁边的闺蜜们吗？那我再给你们抡一拳哦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抡一拳。给我的直播间展示一下。能反过来那种照吗？你要对，你打开我的那个肩你就知道了。亲亲，对，这是亲亲。对，这么近的。这样，我在找角度呢。亲亲好漂亮，哈哈哈。亲亲好。我要进你的直播间。哦。长得确实清秀，亲亲爱你，亲亲好美，好温柔的亲亲，英台，亲亲秀气，太美了，亲亲好漂亮，亲亲有对象没啊？亲亲好，没有，哎呀，快怼脸上，冰清玉洁，亲亲也在，爱你哦，亲亲都是美女，亲亲爱你们，爱你，亲亲太美了。鼻子出血了？不是，他鼻子没有出血，他鼻子也长痘了。我上火了啦！我看到害羞了，亲亲。我们不止3个人，好，抡下一个。那轮到我啦，这样。我还你再近一点，你再近一点。这么近啊，good，好，可以。杰哥，这是杰哥。大家好。杰哥可爱好看，发财志。哈哈，画风突变，那个杰哥干饭，杰哥也好看，杰哥，可爱的杰哥，他今天穿了裙子，来展示一下，来站一下，站一个裙子。好了，坐下。杰哥是干饭人，对。谁夹住了呀？我就是这么的，这种声音好不好？有感情的念弹幕工具人。好，杰哥可以更新了 vlog 啊，不要催，杰哥说不要催他，这条裙子好适合。杰哥走红毯吗？夹子一弄出来，谁说的？给你们抡下一个，让我看看，你手机拿掉。让我这样啊，这样啊，我那感觉真的很明显的。主要是镜头这样，那我再给你，很这样好，这样好是吗？他脸上写满了不自在。哎呀，笑死我！可一对哦，可一也是嵊州人，涂可一。这是什么？涂听一是谁啊？Hello， 大家好。
这是涂可依，今天最美。阿菜，等一下呀。都是美女，当然可依自然。可以在我妹妹好看，可依美女好可爱。 Hello。可依害羞了。我社恐。是的。哎，我很明显吗？我这个鼻子这个。好，我们得下一支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刚才我这个很明显吗？对，像流血了。真的啊。是的。漂亮。我非常，但是抬眼比较好看。非常不自在。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你能给他反真的很漂亮。是的，我就不知道，有点无措。就坐在那个镜头水中，我就好不自在。那翻过来会好一点。翻过来。我们也要翻过来。好，也翻过来。就好了。能看到自己就好一点。好，满足。好了。对啊，满足。这样就自在一点。那就感觉镜头突然社恐发作。终于自然了。终于是。就我能正常笑了。对他们这俩都长痘。这痘长痘。菜分享衣服啊，抖音上买的。菜有一点点社恐，但是现在转过来就不社恐了，好漂亮啊！菜好漂亮。转过来就稍微好一点。她的发量我真的很羡慕。秃在这儿。不涂。阿菜自信一点，你很好看。是这样比的。对。轮到君就要自己是吗？我刚刚轮到君姐。大家好，这是这小白花乐剧团的演员陈丽君。菜白月光类型，对，菜是白月光类型。我不是菜像一个新加坡的明星，衣服太年轻了。是不是走了？果然美女身边都是美女，没错。说的对，看到你了。 5点半走啊？好，差不多吧。我觉得5点40可以。 5点半要走过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啊，我没感冒呀，可能因为这个风，你说感冒，风对着我们吹的。对，我还好，我不冷。对，可以翻吗？美女的旁边都是美女。我们冷，你们冷，那我给它拨上去一点。好像拨不上去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这样会冷吗？何文秀刚刚演过呀。番茄记得，粉头发的番茄，记得。对我们感情很好。好的，愤怒小王。阿菜，我把一下麦。有了，打麦。不是有了，是那个羊肉汤喝多了，有点上火。陈医生搭过了，就是陈医生麦在这儿。你应该这样，你不应该搭这儿。今天有脉搏了。真的把我这样截屏。那天把我搭没了，就有点吓人。啊，也不然比赛。他们随便截的。是的。哎，我们好像真的全体上火。对。啊，还好吧。我可没喝羊肉汤。我是没想通，那为什么这个季节给我炖羊肉汤？好的呀。阿菜。好的，喜友，我努力一下。想看君给妹妹们打麦，君是庸医，不能正式上线的。他要是有喜麦，我也会高兴的哦。那今天演出应该在这个妆会再浓一点点。你给蔡明的孩子当干爹吗？我可以又当干爹又当干妈。辈分乱了。那应该叫什么？我不是你爹吗？那是你兄弟。你生孩。不好吗？好，你说啥都好。那天电瓶车，哈哈，我不告诉你。感觉有点热呢。
那要不捋下来？啊，要不我们他们跟他们换个要不位置吧对，要不我们跟你们换一下位置。没事没事，气氛好，还有基本上走了。好好好，你翻下来好了。看，你们不直推不能没有没有，我们刚刚吹了那么久了，没关系。我没有。公平一点，我们后后脑勺吹的还是痛的。是的，因为我这个边上是那个窗户，然后这边下午嘛，太阳还有就会有点热。背景音乐是杰哥放的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去运河剧场了。你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形象是吧？什么时候卸妆视频？你俩结婚了？对呀，单身狗呀。让杰哥教我拍 vlog。啊？什么？教谁啊？教我。还用得着教啊你？你可是技术流，我那是流水账。哇哦！丽水我去过的吧，倩倩？去过的。去过的，去过的。最近杭州有演钱塘里，明天后天是我们单位的碧玉簪。后天大后天。后天大后天是碧玉簪。对不起，刚才说错了。然后15号苏醒。会去的，哪里都会去的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们哪里都会去的。碧玉簪我没有。我跟青青什么时候在演啥？是八音盒。暂时没有。看青青的楼台会。杭州有你吗？我现在就在杭州呀。杭州有我有。北京会来吗？北京会呀，北京好像是不是今年去了好几次了。今年对去过好几次了。气色间好也有滤镜，我开滤镜了，哈哈。晚上好，现在，对，在运河剧院。妈呀，湖滨的停车费原来上限360。360啊！对，它360封顶。我上次停了120。何文秀刚刚演过呀，过几天好像过段时间要去台州吧？台州有一个何文秀的折子戏可能。BGM 是啥？好听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叫礼物。琉璃亚运会开幕式，好像我们单位有一些妹妹们参加的。大的也有的。大我们这边也有。都有的。都有，美女们都有。怎么了？我给他人挪正。强迫症是吧？南京演白头巾吗？我没有参加哎。我们团没有男演员。吃饭的那场，什么时候剧院里排突击？暂时没有。嗨。谢谢你。7月9号龙门客栈哦，你要看那个
因为龙门客栈有很多卡司组，你要看一下是哪一组的，会有很多组演员。奔跑吧快录了，对，要看演员表。这周末没有吧？我们是7月几号？晴晴，我们龙门是几月几号16号。7月16号、21号、22号，我们只有这3天这个月。没有上跑男，哈哈哈哈，没有上跑男，是奔跑吧少年，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们的节目。没事没事，下次我们再见。暂时还没有安排，暂时我还是会演小烟狗贾婷的。嗨，就跟等下冲。好呀，等你8月份来。带了，我带了。好的，大声，我看到了。多少点？32。哦，那还是我少一会儿27。晚饭现在其实我们都不饿，因为我们午饭吃得晚。不瘦的，我不瘦的，真的不瘦，真的。好的，我会给自己补的。折子戏就是一出大戏里面，比方说那有很多场，第一幕、第二幕、第三幕、第四幕，然后每一幕里面都会有比较精彩的一段戏，然后把它单独可以拿出来演的一个片段叫折子戏。走吧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们现在要回剧场了。回剧场。对，吹钥匙可以。这就不用我开，就你开。给你看看，他这人这把车钥匙真的很重，又大又重，不容易掉啊。对呀，你的镜头突然间怼向了我。哎呀，我也立马声音夹一下。没有东西吧？哎呀，没有，就是可爱女生的声音，是我们几个太好，带你们走。我以为那东西哦。没有了。最鲜的菜在这里。带你们去剧场吗？快走。楼上有什么东西？咖啡店。楼上是喝咖啡，可以看上。我喜欢这个，好可爱。哎呀，好可爱。这个可爱吧？我这个好可爱啊！冬天可以戴。不用冬天，拍照。这个太可爱了吧！这到后面是侧肩这样子。对，要这样子。我要选一个可爱的。哎呀，我这个发型不行。可以的。哈哈。今天哪个好看？很可爱。我喜欢。让大家说哪个好看？我要小草莓。哪个好看？这个好看吗？这个也好看。快点挑一个，多少钱啊？你要不要？也给你买一个。我。你可以。我们一路，到时候拍照去了，要泡。哎，但是这个淘宝上钱很多的。这多少钱？这是杭州叫什么？小河直街。樱桃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哪个好看？两个都挺好看的。两个都挺好看的。这样对着我看，都好看。都好看。你喜欢哪个？我们两个换着戴。我喜欢这个。你们挑他给我买。别撞我！对不起。我这是挑不一样的换着戴。哎，还有一个白的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好看的，这个好看，真的，亮一点。亲亲，这个是大圈。我也能
像那个鸡妈妈的好看一点。哎，这个好看的，我觉得。我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我觉得这个更好看，比刚才那个还好看。真的？对，因为这个没有全拉出来，我觉得更好看一点。啊，这种拍照很好看的哟。嗯，拍照很出片。是的。头戴绿不好，快点要出去演出了。哦，那我淘宝上买吧。啊？这淘宝上很多的，那我也淘宝上买。走走走，我们这样很过分。走吧走吧。我已经出油了，热的。那来吧，撑个伞。你好像没带包。同志们，那要不我们就下播了呗？我们走了，我们回去剧场那个。给他们介绍一下小河直接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小河直接。那你介绍吧。走喽。本来就没的呀。它这边小猫咪都是放养的。有点颠，我知道有点颠。把它给翻过来。这里真的很漂亮。对，这里很漂亮。我知道，我太颠了嘛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需要一个手持稳定器。我们现在回剧场。这是杭州的小河直街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我都没有来过，不知道这里蛮漂亮的，你们看。听说这家店的冰很好吃，听阿菜说的。对，叫小河直街。那个单子，材料单子叫它。啊，晒死了！给我个伞，撑住。好香啊！好香，真的好香！谁家在做饭？对。我都没有来过。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我上次跟你这里是小河直街，杭州的小河直街。可以来旅游这边。然后有很多咖啡店。上面走一点。你是一步都不想下去，吸在上面啊？在你家边上？你家在小河直街边上吗？对，很有调调的。我也第一次来，那个路很小很窄。嘴巴能不能对到我的手？我不在乎。姐姐还没有吃饭，姐姐现在去运河化妆。他白。我说不想给他撑，他白。脸在看你呀。你让白的去晒吧。对，杭州是个好地方，杭州是个很好的地方，漂亮吧？这样你就有几个人来看。有的呀。好啊，等会儿我们运河大剧院见。啊，热死了。什么？我们3个人不带伞，你们学校校风。对，没带伞。山风可能都不带伞。哎，好痒。你也在我身上蹭，我以为你在蹭什么东西，在挠痒痒。青青好酷，手机放后面。小心。对。太阳很大，很热。姐姐化妆不直播啦，等会儿姐姐我带你们到运河大剧院。前面的站住，不要动，把手举起来。把手举起来。绕过的。好漂亮，青青，哈哈哈哈！爱你们哟。君不会被撞的，因为君边上有沈杰。笑死我了。一直在蹭。君今天去运河大剧院。看到青青，对，蔡明。青青、沈杰，沈杰，这是沈杰，那是可依。去杭州西湖，我现在应该脸很油了吧？一热，是出汗了，没事。魂穿沈杰，对我现在挂着他呢。对，在我边上。好热，真的好热。没办法，没电风扇，马上到了。坐电梯就下去了。
今天好漂亮，对呀，社恐菜在最前面，社恐菜仙女，走。啊，融化了，融化了，我融化了。是点热的。杰哥要被你热死，杰哥没有被我热死，没有啊。我也被热。哇，杰哥夸我。不过粉真是不一样。然后去找车，找车交给你了。那我把电梯好，下电梯了。哎，你可以这样子拍啊，你可以拍那个。我太油。我说拍这个，你看，这是有我。这是有我。这是有我们5个人。今天肉太多了。电梯没信号。左转。现在还不好吗？我们到地下室了。对。杰哥有爱情的滋润，哈哈。不是吧？杰哥什么？杰哥有爱情的滋润。啥呀？哪有爱情？哇，这车它是经历了什么？这边吗？对呀，是的，排在前面，笔直就行。因为我们要开车去运河剧院，虽然很近很近，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提早来的，就没有坐团车，是从音乐学院自己来的。今天是可意开车，对，头发放下来的是蔡明。阿菜穿得很淑女，走路走得很慢。我也淑女的走。那让他淑女的走一下。淑女的吗？对，君君有友情的滋润。找车啊，找到了车。哒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哈！哎，在车里是不是不能直播的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方向盘不要动的。哦。我觉得很奇怪。我也是别人告诉我。君，为什么在车里不能直播？哎呦，可以的哦，可以的，我怕万一。我真的好想打车来回。我自己热死了。衣服抢过来。哎呀，把安全带系上，安全带系好。空调天气空来了，来了。哦吼！感觉很台风来了。我真的很多汗啦。先让你们量一下，让我交个费。交个费。等一下，让我擦一下汗。拿纸在这。怕电子眼扣分？什么叫电子眼扣分？拿着手机，副驾驶没关系吧？这么暗，转过来应该不会好看吧？好看的啊。好了。请说。导航到运河大剧院。但是这样应该放不久。你想去运河大剧院吗？也可以说第几个。运河大剧院地下停车场开始为您导航。这么热去哪里？热死了，真的热死了。 Let's go。出口。对，还是需要光的。为什么我的这么少啊？可一开车，哎呦，这样太陡了，哎呦，我还是给他，这样我控制不了车陡。好，我尽量开得稳一点。好。对我们小可一开车。哎呀，是吧？跟他可能发的不一样了，我跟你讲。你们可以消失的他看过了呀，我们现在去运河大剧院，还是很近的。好的，慢慢开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欣赏一下我们可一的车技。我还好的呢。去运河大剧院。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话，今天君跳舞。开始导航，前方向左前方行驶，可一然后马上右转。
右转。君君驾照多久了？晒死我了！哎，小心，让他过还是他让你过？哦，他好，他让我们过。哦，他也没有让我们。是。对呀，君会被警告吗？我没有开车，我是副驾驶，我没有开车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君有驾照呀。请保持直行。哎呀，200米处有连续违法拍照。为什么要准备留言呀？请注意不要压线和闯红灯。Hello， 因为对着自己手太抖了，这样我可以放在上面。雨潇没有在等我呀，雨潇在化妆。哈哈，1300个人看我们开车，对呀，谢谢你们，还愿意留在这里看我们开车，哈哈哈。那我要好好看。前方700米，在第2个沉浸式坐车，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对，我现在带你们感受一下杭州的大马路。可以别紧张，可以不紧张，可以他现在很稳。路口有可变车道，请注意观察指示牌。我就不冲了啊。今天我跳舞。第1个红绿灯路口。对，今天我们这辆车很重，即将进入现在这辆车上有291个人，再加上我们5个人，那就是将近1200，一下子掉了好多。他们不要看我们开车了。哈哈哈哈！严重超载，单手开车的女生最酷。那没有，可以，你要2只手开的啊。好。太挤了，要颠掉了。他们怕超载，哈哈哈。晕车吗？嘿嘿，好的，菜瓜，我看到了。带你们留了，对，我们去运河大剧院，这很近的啦，6分钟。我不晕，我现在不晕。还没去过运河大剧院吗？君排导航，对，看到你了。开车6分钟。走路的话就很热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可妮妹妹。哦，那我要这个光呢？哎，对你这个光再好。作家不是我的，作家是可依妹妹的。沈姐好甜哦，真的不得了。你也是甜妹。你这个笑的好腼腆。你们怎么都那么漂亮？怎么回事？因为美女都是因为光线这样好看。车上的女生都好好看。哇哦，好看！哇，太好看了，这个光。真的。有点刺眼。这有点刺眼吗？走了。菜菜好像不开心，菜菜怎么会不开心呢？在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对，在看手机。带你们浏览一下杭州。100米处有测速和违法拍照，限速50。拍谁？拍你。请注意礼让行人。哇哦，岁月静好亮，太好看！怎么那么好看？这些后座的光很好哎。什么时候不好看？就更好看了。菜出来，笑一个。请走左侧车道。菜菜是不能做表情，不能让她说话，不能让她动的，她就是很温柔的美女，一说话就破功。对，请减速。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，其实你进入主路。真的很好看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晶晶笑得好甜啊！菜菜不笑，要看菜菜的双下巴。这特殊的要求。我后悔了，我不该炫我的双下巴。怎么没想到杰哥跟老生有胡子联系在一起？我没感冒呀，我声音像感冒了吗？那是另外一个。
君明天，姐姐明天不直播。另外一个在那边远一点的。越剧界的青青是真漂亮，越剧界的奶茶妹妹。菜菜双下巴拒绝出镜。我有点鼻音吗？可能刚才空调一直吹着吧，但是出来又很热。什么时候再来温州？7月份我的桃花运很好的，是吗？青青养生达人，所有妹妹都夸了一遍。可是，那你说刚才好不好看？他们好不好看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会注意不中暑的。君，好的，好的，喝水。和阿菜回老家。背景音乐是可以再放的。今宵多珍重。什么今宵多珍重？感觉好。跟菜菜来苍南老家玩呀。对，是可以看，是可以执行的。青青今晚有演出呀，我们现在都一起去剧场。怎么样才能把你娶回家？啊，太阳又来了，这个好看的太阳。我真的是什么？要温柔。那我也夹子音一下。那我也很温柔的，不要说我是搞笑女。那我拍着你夹子音来一下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我不露脸，我可以夹子音。啊，那你夹。菜也很温柔的。注意有转拍照。好冷，好冷。人数较多，请保持直行，走中间2车道。笑死了，那是菜菜的夹子音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走中间车道。对，她就是这样子。请注意经过学校路段。她其实长得很美、很淑女、很温柔，但只是长请保的。持直行，走中间车道。300持直行，走中间车道。300米处有违法拍照。君现在还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走中间2车道。只有我们能听到。这个是要付费 VIP 的。已为您推荐目的地停车场，鼻音有点重，君夹点击不起来。前往。这么近还要导航吗？对，请我们保持直行，他这个记不走住路，中间2车道。我也记不住。阿菜昨天好好看，阿菜今天不好看吗？我要听君的夹子音，这是另外的夹子。前方200米到达目的地。好晒，对，真的很晒。好的，我到剧场就开始喝水。走路也可以到。要坐君排副驾驶去。是不是？走路也就800米不到，800米。接近目的地。关闭导航。什么？好想和我合影，可以呀，你来呀。关闭导航。啊哈，有点哑吗？有点吗？被你们说的，我感觉，难道我要感冒啦？坐车看你们。不，君要嫁来台州。哦，我们到运河大剧院了，你看运河大剧院，我们现在去，我们现在去，对，运河剧院大剧院的地下车库，我们内部的，我们应该那是另外的价钱。我今天看，他们应该是剧场内部的。对，到剧场啦。右边好了，可以。右边就这个呢，这里有一个。我强迫症想给君凑20赞。我们的车呀，我们单位的车都在。小猪，这个剧场你还没来过吗？对，现在说 PPP 没是的，你真聪明。没有感冒 PPP。昨天你也停这里吗？倒车一把劲，他已经第2把了。不能说这个，可以，1000万人看着。OK 了，车技不错，在夸你。好了，1把劲，够了。下车，我们去剧场。哎，那个袋子你没拿吧？拿了吗？没拿，没拿。好，对，刚才车留在我们这里。把晚上演出的东西拿进去。
帮我摁一下那颗好吧？你摁一下。忘记。走走走，走。今天演钱塘里，下次给我看看，然后下次给你们看看我的车技，但是我开车就不能直播呀。哎呀，可以放个架子。叫菜给你直播，对，安全最重要，社恐菜，哈哈哈。镜头转过去。我不社恐的。杰哥有点性感。啊？我这有什么性感？哦，好帅好帅！我天，太帅了。快乐，一到周末，我也觉得可以明目张胆的。杰哥衣服好看，对，他今天穿的很漂亮。快躲到杰哥的伞下去！我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快过去，快过去！过来了，过来了！杰哥的伞还可以给青青折一下。看，演职人员入口，我们到了。他们要晒死了。哪里他们要晒死了？他们说他们要晒死了。他们哪里、啊？声音这么好听？没有，我今天说我是哑的，然后有温柔啊，有鼻音。啊，热。罗老师，咋样啊？没咋样。到化妆间啦！我这个痘真的好醒目啊！好美，是吧？我要去换一身衣服。哎，这个真的好了吧？硬了吗？昨天我用酒精修了修。好了，是吗？我感觉会裂，你看有裂缝，还软着的，硬了已经。是吗？你摸摸。真的。没关系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。那就不用压它嘞，不用压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不是云霄，这是我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哎，镜头翻转。哼哼。对，我热死了，我真的热死了。欢迎我的1300个粉丝跟我们一起坐车，到达了运河大剧院化妆间。我们再播4分钟下播，然后我就再把我的妆化一化，可以把头发扎上去。等会儿扎。看看云霄在直播呀，你们可以去他直播间看他。西柚开着化妆，不开着化妆吧？化妆也播吗？我怕我等会儿化妆也播，我速度太慢。那要不我现在就开始？对，现在就开始。现在就开始。什么东西？假发。哎，把菜把葡萄洗一下吧。不好，我要开始化妆了。哦，放好再洗啊。我要化妆啦！
金红，你那个底借我用一下呗。好的。林姐，谢谢。我还以为他叫我。对，我还想让你帮我床一下。那我用什么打底铺呢？哦，昨天好像有一个打底铺。杰哥呢？他们不在这里。在啊，在我们隔壁啊。这个现代装，其实我已经轮廓已经画好了，我只要，哎，我的，阿菜，我昨天有个铺有没有看到？不见了。这个吗？不是。没有哎。可以给我的一个新的，那我拿这个吧，等我洗好了应该能洗掉。对，现在不太想吃晚饭。这头发，这个头发。5点，我凑到6点整那块。因为云霄今天是主演，他在主演化妆间，是杨老师给他化妆的。对，这个简单点儿。君君没有带杯子，等化完妆再去找一次性杯喝吧。现在水。你这补妆也太随意了吧！君君今天不喝咖啡，因为前2天没睡好，不敢喝，我怕我又再睡不好。你不是今天你也不能喝。对，我咖啡现在喝的少。可以呀，16号是我们组吧？你要把盒子出不？好，温柔一点。我对自己脸也这么重。我等杰哥来再画。好，轻点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化妆间哎，我没去过。大麦网上没有16号的票，16号的票应该已经卖完了。好惊讶！对啦。昨天那个夹子你拿了吗？那个沙发夹。拿了呀。拿了就好。给你确认一下，暂时不会眼周海岸，偶尔也会长痘的。我前段时间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一颗一颗的长过来，长了5颗。耳位是什么？耳朵的位置吗？心疼我的脸吧。哎呀，酱油洒了啊！耳高过眉吗？没有啊，眉毛在这里，耳朵在这里，没有高。现在没有了，有一点点痘印，但是因为我铺了粉，你就看不出来。差不多吧，感觉。今天。所以打底是很重要的，贼白现在对吧？在看直播呀。这是我们徐红。你是不是还没化妆？对，我还没化妆。我去化妆呢，这是你。你要用吗？我底下没打。哦。晚餐先不吃啦，现在也不饿。把我的眼袋遮一下，现在你们看不到，但还是有的。这很快舒服的啊，是，这是我自己的。现在雌雄莫辨，不至于吧？开个直播教化妆，我如果教戏曲妆，我戏曲妆直播过好多次呀。我已经把衣服换好了。是你铺吗？对呀，我也要去里面上班了呀。
的妈呀，热死了！我在想，我今天那个好的按时睡觉，按时睡觉有点难。怎么可能呢？就这个好。哇，他演出完精神还挺是的，挺亢奋的，就跟不完地一样。啊，对，其实我已经好久不失眠了，夜我也是。对啊，因为你的心情是在，对，脑子是在回忆。等会儿是演钱塘里。好的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饭和按时睡觉，我感觉我都做不到，都不行，有点强国魂。太难了。你好呀，你好。60块别去对吧？哎，我的双眼皮贴呢？晚上打王者，我已经1万年没打过了。都卸载了已经。我的那个段位肯定掉下来了。我也是。我掉了30了。我10有8九黄金了吧？我上个赛季掉了30，我给他打到那个星耀4开始。你好呀。江南林夕的这个小刷子，这个小刷子是这个里面的。那我前段时间上个赛季打了一下下，这个赛季刚打了一下下。不瘦，我真不瘦。红姐。有理，这是谁呀？好久不见。红姐，我今天带发际线粉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打个很重的侧影了。想要不你再接一下。我化妆很糙的，下手很重的。啊，你说发际线粉？我没有。我看了。你这个刷子是什么？他今天不是。哇，昨天没睡好，他双眼皮的肿。换了。淡妆啊，淡妆我也乱来的。这个空调怎么不凉快？对，我就大刀阔斧的来。化妆手法有点男人，他们说我化妆手法有点男人。侧影来一点，侧影，来点侧影。今天演女人吗？对。哎，但其实我还是喜欢演男人。哈哈。打了侧影，脸会立体一点。我也觉得有点违和，我也是，哎，纸巾呢？纸巾，这有一包的，那你放水台上吧。想看你演渣男，哈哈哈哈！为什么感觉没有侧影？这么黑还感觉没有侧影啊？你借我打一下。哎，我昨天借的谁的纸巾哦？我的呀，你拿我的好嘞。那个我拿。对，骁龙后面是骁龙。改的那个。骁龙是感冒了吗？钱塘里你们还是不要看我了，专心看雨潇吧。我自己也不太适应。又不太行，倒是没感冒。疲劳。好像再来一点哦。今天坚决给你贴成3角。晚上有演出，对啊，晚上有演出。没涂开。嵊州小笼包很好吃，是的，嵊州我喜欢吃嵊州豆腐脑。我喜欢吃干豆角。看我，喜欢吃糟肉。不要看我，钱塘里。我喜欢吃糟猪舌头。钱塘里我不自信的。对吧？糟肉没有糟都好吃。对，我也不自信的。我可爱吃了，嵊州糟肉。糟滋牛是什么？糟滋牛就是糟猪肉。对，炒年糕，炒年糕我也觉得很好吃，我爸爸做的很好吃，炒年糕。我做的也不差。对对对，茶叶做的也不差。对，杰哥做的炒年糕也好吃，我做的也不错。你做的
我反正没吃到。没吃过吗？嗯，因为你没跟我一起住。哼。好了吧，铺粉了吧？这个我感觉不够黏，还不够太少了。那我觉得是不是要细取的？那你给我用一下好吧？这个淡一点的，这个。好的，有没有刷？我们杰哥让我用细取的，就是这个觉得我侧印，但不够一点，我使劲往上打。那今天会要不要用一下我这个？那开心吗？你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你拿手菜是什么？我拿手菜是嵊州炸面，对，这是我的拿手菜。好的好的，轻一点，我下手有点粗暴，对自己。还好啦，我是操。像我这种卸妆速度，一天就要几瓶。那你这样就很自然。炸面，对我们嵊州有个特色叫炸面，年糕啊，炸面，对，跟米线很像。哪位是男士的粉？男士的呢？这 Thank you， 卡萨哈密达。哇，好美呀！很久没回去了。嵊州很久没有回去了。这里是不是要大一点点？我不近视的，眼睛除了有干眼症，近视是一点都不近视的。真好。你有干眼症又近视吗？我也是。你是吗？你不止干眼症吧？我感觉你近视。但是你对。干眼症、散光。我还远视。那我没有远啊，你近视跟远视同时的。一只远视，一只近视。我终于找到有跟我一样远视的朋友了。对啊，一只远，一只近，很奇怪。远视是怎么？只要远的才能看到。我觉得我老了可能会老花，因为我没有近视。那你眼睛怎么办？两个对焦对不上呢？对，矫正完了啊？为什么对焦对不上？一个远视，一个近视呀。那你已经矫正好了，那就不算。是不是说就是很多人会这样，不近视的人以后就会老花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近视的人也会老花的。只是他们说你近视度数如果很高的话，老花的几率会低一点。哦，那大家都会老花，还是不管你近不近视，对吧？那个鼻子的提亮你们提不提啊？我要提的呀。那你给我提一点嘛。那我是白的，那这么白的？就是白色的，因为我底黑呀。现在好多小朋友不戴眼镜了。对的，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吗？干眼症，我干眼症犯的时候很难受的，我就出门根本就睁不开，如果有风的话，有光的话就很难受。然后我就不停的滴眼药水，然后也去过医院做过那种睁眼的治疗。是我底太白了吗？我感觉你这个给我更黑了，拿走。天哪，你用的白色呗。那个白色嘛太白了。不会的，你这个肯定也差不多。有一点了，有点。哎呦，我这个痘怎么底色怎么盖都盖不上去？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这个底太薄了。这个底很薄。我干眼症的时候，有时候如果没有眼药水的话，我就不停的打哈欠，让自己有点眼泪。最烦的化了西妆还没法滴眼药水哦。我要晕一脸。不是，我今天自己也带了，那戏曲的没打开，然后蹭他们的，因为自己生活的太自然了，不够重。君君化妆因为什么事情？部分。这是生活妆吗？不是。我感觉这个妆眼线一画，眉毛一画好的。我觉得我在这里画。君今天晚上演女的。我上次是挖眉回来的。假。哦。肯定没有那个肖龙香。
我没有带美瞳，但是我一只眼睛贴了双眼皮贴，一只眼睛没贴。这都很执着于他的古铜色的肌肤。我也是啊，我觉得是的，纪梵希的粉。这个显对，好的，亚妹叫你。好了，刚好给我。盖子也还给我呀！不还，我要夹住音了。我没夹住。我在想，我那个双眼皮还是要给自己画大一点，画大一点。还是要画大的，台上还是大的好看。你看云霄它也是画很大的。对。你画啥呀？我找那个双眼皮贴，就那个很宽的那个双眼皮贴在哪儿呢？哎，很宽的那个双眼皮贴。很宽的那个。哎呀。哎，我很宽那个双眼皮贴呢？找啥呀？这个吗？哦，对。来，我给你搭个麦。很早，6点14分，你结束了震动。宽的双眼皮。然后干这点干了1个小时。好，这可以出去找个咖啡店坐一会儿。我又开始贴双眼皮贴了。所以艰难的时刻。天哪，这个底真的好好啊！你看，我这两边对比，是吧？很T，这真的好好。生活中是太T了，但是也好的，我感觉。我再贴个双眼皮贴啊！看到你们都贴欧式大双，我也贴一个。就是要这么大的。我太大了吧？眼睛都被压小了。还好啦，还可以。眼线一画就大。这只眼睛压小了。对，就是大一点。没贴起来。我最讨厌贴的就是双眼皮。再重新撕一下。贴对称。嗯。很少有机会是贴的对称的，我只能靠眼线完。贴倒是能贴对称，要贴很久。哎，就是眼皮就很难受。很什么？你现在在跟我对话吗？没有，我在看他们。我也是很难贴。我现在已经有点习惯了我的内双。你这还叫内双？你让我们怎么活？我一只外双，一只内双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没有像昨天那样贴得起来呢？你们等等我啊，我去贴个双眼皮贴。俺的笔。什么笔啊？那刷。哎呀！我的眼线特别嘛。没贴好。他们说化妆化的很T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很T，就皮肤很T是吗？对呀，就妆很服帖，对呀，很细腻的一种，就像妈妈生的一样。我在与我的双眼皮对战。决战。奇怪了。你这家是真的有决战那味儿。很难贴了。我们这种4区双眼皮得了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粘性不够啊？粘性够啊，很够啊。哎，谢老师好。像谁有的多吗？没有拿。没有拿钱。哎，青青好像有哎。我看一下。但是他不在这个化妆间，就是。是今天晚上的7月5号。对。 6号。7月6号了。今天是6号。我的过期了。哇，贴不起来。啊，下次要不去问一下青青吧。他在有一个化妆间。我觉得一定是我今天眼睛比昨天肿。就是你这边走，左转过去。没有，我刚才问过了。是谁有多余的穿吗？没人想。那可能他给别人了，可能没有了。啊？你这个眉毛挺浓密，挺茂盛的，这样子都。哦，这只好了，那只还没好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一只好了，一只还没好。一排贴完了。这个。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粘性不够。不是一开始会不够，然后但是后面贴好了之后，它会撕的时候就很黏了。嗯。我经常到后面就会掉下来。哎呦。
不是你不捏是因为你脸上有粉，你把那个粉去掉。好了，贴起来了，我要成功了。勉强吧，两只差不多吧。我一化妆，对贴双眼皮的剧情就停不了。我本来是一只，我本来眼睛是2只内双，后来长着，它另外一只眼皮松了，变成了1只外双，1只内双，然后我现在把它2只贴成一样。我怕今天肖文姐看见我又笑，我又画的也不画的女人。要跟她眼神交流，深情对视。人家慧姐，我是你的深情老公。我是女的，旗袍下的女的。哦，那怎么会有对视呢？双眼皮贴我乱用的。可能你的妆太难了，然后就穿旗袍，有可能。然后他就忍不住觉得你其实很混搭。画一下眼影。好像你在看什么啊？我还直播啊？宝石直播。哦。很好看的。你动漫看得多吗？以前看的比较多。黑执事有看吗？看了。他第3部要上了。帅死了！他们找到了共鸣。因为我看他在看动漫。哎呀，我打不过你，信不信我轻死？动墨。你们当心我拿夹子一恶心死你们！切不过来，他们这么动墨。以后可能看到菜名的第一反应是动墨。我没说。哎，我要笑死了，笑不是我真的，你这样好像吸血鬼，你的嘴巴只有里面是红的。动墨。这个。我吧。看，哎，不要动，画眼影的。蔡明姐姐的动墨比较好看。过了翻篇了，好吗？动物。哎，你们好过分啊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慧姐刚说了什么话？让我吧，我没听到。让啊！没有让啊。刚刚蔡明姐姐说动墨呀。你这个反差有点大，明姐。我想恶心死他，但是我发现他不吃这一套。对，这么多年，习惯了是吗？麻木了是吗？哇，啊，我的形象没了，陪我，你陪我。主要是他把直播出去了。哎，你这样菜菜要不要你了？那还是不会的。那还是一看全那个化妆间的人都，对不对？太过分了，你们这帮。丑希望。哎，我的淑女形象没了。今天只有淑女形象。金红，给我点面子。感觉这只贴的自然一点，这只大了点。你在我心里是女神的形象，不是淑女的形象。救不回来了好吗？你说汉子的形象我还能接受一点。说女的也有讲究。也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我此刻。女神也有好几种吗？你3加2。画中了。谢谢啊。那时候还不太熟。谢谢啊，咱们不要变成我的表彰大会好吗？好。我们把焦点都放到蔡明姐身上。不要，人还开着直播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
内双，对，我是内双。我好了。自从我的剪刀被拿走了以后，就买了一把新剪刀。菜菜是再面子都没有。然后打算上面贴几个。怎么又被拿走了？记好啊，怎么又被拿？贴2个记好，拿走。你有个死了，我说。太过分了。对呀，我是小白花的陈丽君。没有带美瞳啊，估计是这个滤镜啊什么的，是不是会有点美瞳的效果？我眼睛一般的，很一般。感觉是今天平常讲话我们都能听到。有吗？有，就是很轻。君君今天演环卫工人。又你说我。哎呀，忘记打阴影了，扫了。环卫工怎么想出来？我那件衣服呗。其实那件衣服不像环卫工人。像消防员，哦，像美国老街里的。哎，我今天这个唇色配上这个底色，好像吸血鬼啊！哼，眼睛大了1号吧？你眼睛本来就大。好假的话！你再说一遍，我真心夸你呢。我不信。我这个扎的不错，左边我还没画呢。好啦，我要听了一个的小睫毛啦。哎，杰哥，我刚才昨天修的那个粉色的可以用了吗？你看。哦。你给我用一下呗。好。菜菜进入你的直播间。进了我的直播间吗？好的，菜菜。菜菜，你是我的忠实的菜菜。忠实不是忠实。是忠实，不是忠实。刚才你自己普通话不准，你也不准，我也不准，对，我也不准。睫毛，你这个睫毛起码要贴好久呢。等开的，我贴过的。没有。我今天算了，不贴了。啊，你那个是长，那个是一坨一坨的。你这个跟我那个不一样。一根一根的那个我前后但是那个很少看，确实自然。你那个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一根一根的。哦。但是我都用完了，一根一根慢点儿，慢点给我出题。但是那个君君看看脸吧，你等我把这只眼睛画好，我再来。哪里稀释了补几根回家？我是这样的，就补的屎。太慢了，我刚刚贴了起码有20分钟了吧？那是有半小时吧？是的，贴了20分钟。
感觉这边的底被我摁掉了。不出去还要提前浪费。看，这个妆哦，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。真的没有违和感。去哪儿？除了肤色黑那个，但是出去他们会觉得你妆有点浓。稍微有一点，就是夜店妆。我昨天在电梯里就听到一个男的跟那个女的说，这个女的妆好浓。我还想说，我人还在现场。我也不知道。一个突然变成，我在这里。那我还是一个正常的妆啊。就比较尴尬的是，我还在现场，我在想我是说话呢还是不说话。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那我在电梯里，那个是货梯比较长的一个货梯，那两小夫妻躲在那个角落，我在电梯这边，然后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说，这个女的妆好浓。然后我很想说，我听得到。那时候我刚演出完，笑死我。就当着你面说的是吧？没有当着我面，他们俩在说悄悄话。哦，就这悄悄话呢，让这个耳背的人听见。耳背的人。电梯有点小啊，你说的轻点听得到。它长。长。货梯嘛，那个货梯。长也不管用。对。反正这个同个空间嘛，地势的空间。我都不敢回头，我都不知道是我怕我自己尴尬，还是怕对方尴尬。是的，这个女的就是还是他小眼，这只大这只小是吧？我现在还不饿，你多吃点儿啊。下面几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了吗？啊，我说过了。你饿了？嗯。你去洗葡萄吃。你饿了，那你去洗葡萄不要。对呀。我回味了一下。我只有葡萄。葡萄不是越吃越饿吗？甜的会刺激的。因为它是那个胃酸。哦，那你饿着吧。亲闺蜜啊！我以为今天不是说还有什么好吃的。要不来点红色的？你今天带自己的那个了吗？那给我扫一下。对呀。你让我饿着吧。好用的化妆品啊！我看你拿个什么笔来？来，快！你看我贴了一个，挺好自然的，怎么这样？有啊，这个特别淡，那个特别浓。那个我要把自己画成男的。但是在上面太夸张，还是看得出来。我就是因为上次我觉得太夸张了，我就给他用来舞台上。对，舞台上是属于自然的。像我这我还是打算买这个更真的。你不是有2盘的吗？你今天只带了1盘。要求还多起来。我是觉得这样方便一点。一盘我1盘。哎呀，面还没吃。那我感觉重了。挺好，是女的，你不要担心，不要慌，要相信你老婆。如果是开始还有1小时就备了，也是开始还有1小时之内。那我太早。哎，我的眼线比较
借我试试，我有。哦，我这个没颜色了。我们姐唱的好好听。哎，我就昨天啊，就发现你了，什么？眼线笔。我虽然不听歌，但是我看了他的故事，我觉得不知道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是的。他老公多次出轨，遇人不淑。然后他做了那么多次试管，9次啊，19次还是好像是9次吧。那好苦啊！脚嘛还腿嘛还先天残疾。对呀，然后他是一条腿支撑全身的重量。对。然后哇，那他跳舞很厉害。嗯。是啊，很厉害，他完全没看出来他是那个在用一条腿支撑，还蛮努力。这不是光靠努力，还要毅力。对。信义不上玉帝，那你要不要吃一口面？不吃。我怕旗袍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我这把好像打太黑了。不黑。真的吗？到台上不会黑的。嗯。我今天演完我就可以。你把它散到这边来一点嘛？对，带到一点嘛。对。有海鲜味。好嘞，没事，不关系。也没说不能吧，但是没人闻。我觉得半夜点这个写下喝2口就不喝了。可以画，为什么要？